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东县拍椅啊入数的警用的机车剩27台，嘛要行入历史了。上主要是即摆有真侪少年警察袂晓骑即种的机车，再加上新的采工契约并无拍椅啊车这个选项，所以只要6年使用的期限一个到，都会全面来淘汰。 这款爱拍椅啊入数乌多摆真平常，远景顺路伫山顶里骑，嘛是爱挖苦这台。不过你看这个画面，挡在哪里啊？挡在哪里？挡在这里啊！少年的女警不晓骑，发动了嘛是爱挖苦这个男同事来甲干。这个是打档，这个是减档，少年远景对这款车才兴奋，就是因为安尼伫台东村27台这款爱拍椅啊乌多摆。 马上要行入历史啊！一般同仁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速克达的这个无段变速的机动汽车。就这款爱拍速的母车，骑起来有力佫省油，不过操作比较较复杂。一般的速克达比较起来就加正简单，加上警政署新的这个契约，无拍速的母车这个项6年使用期限一到，就算资深员警佫较唔甘，嘛是爱换车。